芭比搞炸哈，我来个 link 打起。Eric 搞炸哈，我知你可能无方便讲话哈，不要紧。咱来看，等下我这边小设定一下哈。Cancel leave。其实我有一本书，我最想要读的吼，就是日咱家写日记吼。我其实我拄则开始已经开始咧读吼。我是家己敢若用 用 YouTube 直播开始读我家己听尔啦吼，所以无读无听众啦吼。但是应该有录起来吼，有兴趣则再去订我迄个 YouTube 的即个考册吼，都当看着。我先来开一个车来百合花吼，我这只应该有物件。顶回是我记得是甲第一章读煞吼，第一章就是救主蛋夜吼，圣诞夜就对了。伫倒位？第8页读煞吼，今仔日要来读第2章。顶回读到即个故事，就是丁良拄则含因太太叫啥名吼？拄则结婚啦吼，就搁咧蜜月期吼，就出去迄边是倒位啊？缅甸吼，去遐去做生意吼，伫东南亚遐啦吼。所以咱读到因即个依依难舍的即个感情吼。今仔日要来继续来读第2章。好，咱开始吼，因为录音，所以咱就直接开始读。相款吼，直接尽量我就莫去显示电离点吼，我知影部分我会改设一下吼。我若真正看无的，我就会现一下离点数点，咱大家斗阵来看吼。第2章，丁良到云南的时，就写批倒来，一张互爸母，一张互雪梅，因某叫雪梅吼。互雪梅迄张大概是写安尼：我所疼的梅，当离别的时，我看你的款式，实在够额，互我的心断肠喙心断肠吼。有汉字我看无吼。即种文言的词啦吼，其实伊若用即个白话字去写，其实足拗去摇的吼，有时你看无吼。所以为什么白话字叫做白话字，就是因为伊方便用白话读、白话去看。所疼的，若是为着将来我望你亲亲自卫，我愿生是为着你来着磨就受拖磨吼。若是即帮会出外，
路途是12分的险要，危险啦吼，险要。我望你每日为着我祈祷，望会得个平安见面，伫迄时通完成疼痛甜美满的家庭。我袂记甲芭比分一个柠檬片哦。过来所以署名哈，你所听的龙写 ，A.D. 1930年8月15号，写伫芬兰里舍里舍的旅馆里舍。选梅一条即张批，即就是季节迄个迎接迄个接台语读做季，会当读做季。季节就是你若汉字写就是接两字一个音读季，一读接迎接就是迎接所以即个季就是歹势你讲。三年你拄则讲啥？我听无介清楚呢。是我声音无好哟。我看一下老话。OK， 我毋知影你拄则讲啥咱继续读咧选梅试着即张批，一心欢喜读无声什么意思？我嘛无听到。无听到我的声是毋是我袂记开麦克啊？有啊，我有开啊。你无听我的声稍等下无声音，无声，无声要安怎咧？未试过吗？敢未听到我声？有听到啥物的声？关只无声，无停开一解好啊。关你停开一解好啊。我离开啦，我离开就好，我离开。
喂，安尼有听着我的声无？有啊吼。真话有。足歹势，足歹势，我拄则读甲嗯。足欢喜，结果逐个拢无听着我的声。好，安尼好。但是迄个 YT 直播遐敢若嘛无动作。安尼哦，好，我看觅。歹势，我迄边袂记咧切着吼。检查看卖。我袂记甲切过去，好，安尼就有啊。啊 ，YouTube 毋知有声无吼，我嘛毋知。好，这不要紧啦吼，我这边。我这边看卖无声就来试下。歹势吼，拄则刚才你有甲我讲，无人直直嘛走去，足歹势，足歹势。好，咱佫定来啦吼，我佫定开始啊吼。即个咱顶回读到第一章线吼，第一章线是讲丁良伊含因太太佮选梅两个结婚无偌久，当你美国的时阵，就离开去云南遐吼做生意。好，咱今仔要来读第二章吼，看煞来发生啥物代志。咱继续，咱就开始啊哈。第二章，丁良到云南的时，就写批倒来，一张互爸母，一张互选梅。互选梅迄张大概是写安尼：我所疼的梅，当离别的时，我看你的款式，实在教业，互我的喙心断肠吼。喙心断肠有汉字飘出来吼。即文言啦吼，一般你若文言无写汉字是用白话字是读袂出啥物意思吼。所疼的，若是为着将来，我毋望你深深自慰。我愿生是为着你来着磨。若是即帮会出外，路途是12分的险要。我毋望你每日为着我祈祷，毋望会得个平安见面。伫迄时，通完成疼痛甜蜜美满的家庭。你所疼的良写，AD 1930年8月15日，写伫云南理社，理社就是旅馆吼。选梅接到即张批，接到就是接到啦吼。汉字拢共款，就是接吼。所以台语讲接，就是你若写汉字，就是接两个字拢是接吼。接的意思比如讲迎接，就是迎接吼。即嘛人较接讲迎接啦吼，其实迎接嘛会使吼。OK， 选梅寄到即张批，一心欢喜。若阵阁见着所少年夫君的面，就伸手摕镜台顶结婚两人徛三排相交手的相来看，一面若阵心要逼你的艰苦。逼你就是裂开来吼，叫做逼你。不知不觉所耗出来。惠美伫隔壁做衫，惠美是丁良的小妹吼。听房里有人在吼的声，赶紧放手，甲伊探看卖，就知是因阿嫂一手摕阿兄的批，一手摕甲阿兄结婚的相在吼。伊赶紧走入去叫阿嫂。选梅在小姑入来，也就紧放上伫镜台。摕手巾拭目屎，惠美一时也想无啥物话通安慰嫂嫂，一面也自责，
要知为何嫂嫂遮尔伤心难过，就莫遐尼积极来鼓励哥哥出外。到遮哈，煞想讲，万一若有啥物不测的代志，责成拢伊的，责成就是责任嘛吼。因为爸母拢无赞成，通家只有伊一个极力赞成，极力赞成啊吼，极力赞成。惠美目屎也煞流出来，招嫂嫂跪落祈祷，不知不觉，两个兄嫂小姑煞难得好。忽然听有脚步声得来，注意听是阿爸的声，两人就紧踮起，拭目屎，甲阿爸请安。林长老知因两个他拄仔的确是为因阿哥在祈祷流目屎，因为看因两个目睭皮咸咸，目睭皮咸咸，知影意思啦吼？眼皮肿肿的，咸咸，目睭红红，满面拢是流目屎的痕迹，佫滚有几落涂骹的惊人。歹势，佫滚有几落涂骹的惊人。这惊人是啥物意思？讲因会滚有，因拄则跪咧涂骹咧祈祷嘛吼，佫滚有跪落涂骹的惊人。我查者啥物叫惊人？KIANNLANG 第五声，惊人就是敢若即个词害怕吼，担心人恐惊安怎？哦，第三个意思叫做垃圾，惊人就是垃圾。我看一下即个原册。大理大书店日文版的，惊人就是垃圾吼。惊人第三个有诶吼，有诶，きたない吼。所以台语讲垃圾会使讲惊人吼。我今仔才学着吼。咱搁转来原文遮，伫对遮好。所以讲伊的裙有跪落涂骹的惊人吼，会垃圾吼，尘埃咯，迄个脏的痕迹吼，叫惊人。老长老自然心内也是真心闷看心，总是一面靠上帝，搁看因两兄嫂小姑遐相疼，也真受安慰。喙就顶笑笑，开声安慰因讲：米屎遐尼过头忧闷吼，米屎就是为什么坏吼？米屎是台语讲为什么问讲为什么，就是讲米屎吼，就是为虾米啦吼？米屎遐尼过头忧闷，
万事总是着倚靠上帝，仰望上帝帮赞，讲了就去。惠美也用好话安慰嫂嫂。对迄暗起，惠美过来甲阿嫂做伴，常常读圣经，相安慰。咱小讲一下，互头拄仔离开的 Marina 知者吼。歹势拄则无声，我一定毋知吼。三年甲通知我才知。所以阮拄则去订读啦吼。第一章的时阵讲去着丁良含选梅厝结婚，着离开去做生意嘛，去到足远的所在，叫芬兰，中国芬兰遐。伊写一张批转来，一张批选梅食着看批着哭吼，结果伊个小姑来含伊来陪伴伊斗阵祈祷安尼。做大官入来看着这情形，看因两个拄则哭过吼，着开笑开声甲因安慰着对啦吼。好，咱继续读落吼。讲到丁良甲朋友会齐了后，会齐吼，会齐了后，就对芬兰出发，直直往南行吼。免偌久，就到国境的边界，经过一切的手续好势，就过国境入缅甸的北部边界，过巴基斯坦入印度的北边。到入印度的北边的时，路草以外的歹吼，路草就是路况吼，叫做路草。以外的歹就是无料想到的歹，路况足歹吼。听讲是为着今年的大雪拼是啥物意思？悬山的雪崩落来吼，叫做雪崩啦吼，雪崩吼。一段个读一遍吼，听讲是为着今年的大雪崩所做的大水，甲几若摆的地动出山吼，出山就是即嘛讲走山啦吼，就是滑坡啦，出山吼。我查一个啊，出山。为什么无呢？出山。大水甲几若摆的地动出山，好啦，出山咱免查吼，因为无。直到沿过有路的所在，雪变做无路，加真非常的歹行。日时行暗时歇，常常赶袂到所爱到的所在，因就搭步边。伫大树骹，也是靠大石岩来搭。石岩就是岩石吼，岩就是盐吼，石岩就是石岩啦吼，倒写。也是靠大石岩来搭，却也济少已经有对规划的烦恼来买淡薄兽皮吼。可惜一项就是丁良到底是头一回路无熟，逐项青疏，伫平路前后跑马。到遮，
感觉逐项都无利便吼，无惯势。伫平路真后跑马就是真后走啦吼，应该是啦，我理解是安尼吼。我查者跑马是毋是台语讲 run 的意思吼 ？PHAU，BE 第一声。互马跑走叫做跑马吼，行船跑马无三分命，意思就是非常的危险吼。伫平路真后跑马，到遮感觉逐项都无利便，无惯势，所以定定行做后面吼。有时做龙五者吼，对袂着阵吼。该在坤峰兄带念着同母校出身的校友，就常常等伊吼，停落来等伊啦吼，因为伊拢龙五者嘛吼，对袂着阵。有时大家休困，看无灯笼的时，伊就搁回头去找。9:25分，亲像安尼，若一摆灯笼家己也感觉对别个队员真不自，若是大家曲拢显出同行，就是同命的好意，无人过节伊吼。过节，我查遮过节吼。KOE 第三声节 CHEK。第八声，无人过节，第四声，台语大词典无收吼。头声应该正常吼。嘿嘿嘿。对。等下吼，我找一个过节，看有收着。词典有收无？无阿宽搁密码啊，是毋是？歹势，无拄好去试着迄款吼。好，大家拄则读到遮吼。过节伊，我对即页搁是开始读啦吼。亲像安尼，若一摆灯笼家己也感觉对别个队员真不自，若是大家曲拢显出同行就是同命的好意，无人过节伊，过节责怪啦吼。敢若 Embry 1973年 Embry 即个台英词典有收即个词过节吼。就责备啦吼，责怪吼。若是伊家己心内真难过，有一暝伫路中伫途中拄着大雨，雨亲像倾盆吼，倾盆的洗面吼，倾盆是规盆的水伫拼落来吼，叫倾盆吼。而且无月无星，路又骨，真正是寸步难行。虽然还袂到有定的路站，高部长就决定伫路中找适当的所在来休困。
遮吼，大家参详就大埔边伫大石岩的下面，早捌听迄角时，捌有青番出草，所以大家真警觉、警醒精神的意思吼。张弛就是注意嘛吼，无张弛就是无注意着吼，所以伫台语有写讲啊，无张弛发生啥物代志吼，会安尼讲吼。歹势，嘿，想要是，插话。你讲嘿。我有看过歌册有讲爱张弛，啊，毋过群组讲敢若会使用无张弛，袂当用张弛，所以我想要问一下。我是拢听人讲无张弛啦吼，啊，是毋是讲必定爱用好定，我毋知吼。我是认为应该是，我看下，既然即个书，稍等下，我查一下台语读书典。第五声才对，还是我拍毋着，声调有无？张弛就是注意用心，啊，例句嘛是无张弛吼，啊，所以是毋是当讲讲比如讲爱注意、爱张弛，是毋是安尼用法？其实我是真正毋捌听人安尼讲过啦吼，我拢听人讲无张弛吼，无注意着安尼吼。多谢。嘿，啊，我是无认为讲你着袂当用张弛啦，我认为讲你爱张弛，我感觉嘛是会使啦吼。主要是即马人听有张弛的人无几个啊。我看者哈，张弛日文版的规则気をつける、用心する、注意する。日语的注意就是用心注意的意思啦，共款的用心甲注意相款，拢是伫咧注意吼。啊，所以我感觉应该会使啊，就是你若照日文的即种规则方式，即个张弛会使用来做用心思路或者是注意思路啊，会当做気をつける啊，吼。OK， 好，咱继续来读吼。你看即只就是迄种肯定的用法啦。我读着吼，警醒就是讲，伊是安怎写？伊是讲大家真警觉张弛，你看，即就是注意的意思嘛。所以无一定爱讲无，一定爱讲无张弛。我认为会使，至少你伫遮看会着人伊着正式安尼写吼，爱警觉，爱张弛吼。但是迄枚是无月无星吼，风格无明。什物是风格无明？又是后壁有规则吼，东西南北认袂真，叫做风格无明。风格的方位啦吼，但是用角角落迄个角应该是吼。我查一下吼，莫后壁哟。HONGKAK， 无，台语读书典无收风格。我查一下找台语。无，找台语嘛无收即个意思吼，方位不明啦吼。好，风格无明，就是东西南北认袂真，实在是一个真无平安的暝远。侪人拢精神，毋敢困。若是平常毋捌拄着即款的困苦，觉得12分的亚线吼，觉得12万分的亚线吼，搁为着
压雨有流啊冷着的款吼，头壳晕晕动动，倒落去不知不觉煞困落眠。忽然看到噗噗跳，亲像细只鸟仔，可爱的小妹伫远远走我来接伊，叫阿哥的款式吼，总是伊的目睭的视线是直直看过小妹的后面，徛伫大门边，伫等伊的爱妻。后次啊，爱妻雪梅啊，雪梅，你的美笑美笑是啥物意思？你的微笑啦，歹势，你的微笑微笑 smile， 你的微笑怎样水到安呢？宛如一蕊极可爱、极娇风，娇风又搁解释讲叫做娇色搁水美丽的玫瑰。娇风这两个汉字什么意思啊？娇色搁水，我查一下娇风。无即个词，无即个词吼，伊家己写的吼，伊家己创的即个词叫娇风。娇风是对一个风啊？我查一下单字典的吼，娇风。HONG 哦，丰就是丰富迄个丰啦吼，看起来就是应该即个丰尔，无别个丰啊吼。丰，凡若好搁轻的拢总称做丰吼。丰盛美好的丰啦吼，或者是芳草、芳名、流芳的芳，拢可能啦。反正就是即个音啦吼。好，娇风，娇色搁水美丽的玫瑰吼，就是已经毋知是汉民还是家己伫妄想啦吼，去看着因某。拄拄开向夫君，放出伊最好的香味。拄拄开向夫君吼，放出伊最好的香味，甲互人看了心为着伊来倒水的娇态吼。灯笼闪过小妹，无甲小妹请安，直直走到大门边来接伊的爱卿雪梅。雪梅双手伸开来接伊的丈夫。灯笼走我抱雪梅伫行前。袂记得伊后面有小妹，伫厅门口有爸母伫看，就抱雪梅，深深的热吻，深热的三针。为什么是抱？就抱雪梅，深深的热吻吼，就是甲抱甲针啦吼。拄觉得12万分的亲密
安慰的时，忽然有亲像晴天落雷、闪电霹雳的声吼。晴天落雷，晴天落雷啦吼，闪电霹雳、闪电霹雳的声，大火、青番出草，全员战斗准备哈，全员战斗准备，全员战斗准备哈，这是日语的这种语法啦哈。罗林星写这本的时候，应该就是日本时代哈。毋知是这本是当时写我才袂记。1954年哈，1954年就是战争要结束迄当阵啊哈。毋是，歹势，已经战后啊，1954年是战后。全员战斗准备，毋知是火较紧，还是枪声较紧吼。队长头毛的枪已经弹，丁良对甜美的面庞惊醒，心扑呛，扑呛就是扑菜吼。一心真惊，一阵会冷风吹来，甲伫通身躯的鸡母皮拢夹起来，煞有一身的冷汗，冷汗就是呛汗吼，老呛汗，感觉头壳皮煞碰起来吼，骹煞浮，毋知着做甚物。若是一心摇伫倒坠伊的面庞吼，宛然亲像真，伫想伊可爱的梅着蒜梅啦吼，亲像玫瑰的水阁香。迄个调态的可爱，迄个气味，若准犹调伫伊的鼻吼，感觉爱卿朱唇的胭脂，朱唇吼，朱唇的胭脂，或者有抹伫伊的面吼，欲水，是啥物意思？半醒半无醒的瞬间，欲醒欲醉，欲痴欲醉吼，若痴若醉，欲痴欲醉，半醒半无醒的瞬间，队长大声喊着米罗舞。队长大声喊着米罗舞，坑仔对面迄边的枪声紧来，即边的枪也拍，伫暗暝无看人面，自然树目石头拢无看见，只有看空中枪子的回光，对安尼来猜测对着的方角，甲远近，方角对讲方位啦吼。丁良则对迷茫惊醒，青光杀一支枪对着的方角也拍去吼。一时枪子咻咻叫的声，传伫溪仔甲山壁的中间，也对迄个枪子的回光小可有
小可有看到物体的存在。番仔即摆是真有计划着的出草，有计划着的出草吼。伫台语有即种惯势的用法吼，这是应该是对日语来吼，计划着吼，就是为着啥物的目的啦吼。你若晓日语，你应该知影伊的啥物的啥物地啦吼，目的迄个地吼，日语嘛是安尼写吼。目的是爱所以番仔即摆是真有计划着的出草，目的是爱抢马，因为因有8只真水的马，伫坑仔迄面伫拍枪的番是虚中生势吼，虚张声势吼，有些汉语。鸡影化险，装做济人吼，鸡影化险，装做济人。化险就是呼喊啦吼，用化险的方式来装做讲有济人，叫做虚中声势吼。清谈的时，常常听因出大声，规阵化休。迄个咻咻叫的声，因满山坑，不知不觉，实在互人感觉失胆。其中丁龙是上惊，心内生起后悔的心。番仔其实也有一阵靠因的地势，芦草色吼，地势芦草色啦吼，对后面用白的点点包围来，手举番仔标吼，摇下番刀。米瓦来到真逼身，因拢毋知吼。顾往坑仔迄边吼，头前拍枪。顾往坑仔迄边，头前拍枪。顾就是顾着啥物做啥物代志吼。一个番仔顺灯笼拍枪的回光，对后面用标捉去，用标捉去吼。捉应该就是插过的意思啦。我查一下吼。CHOK 第8声，无看到，敢若有一个作字是用 middle finger， 侮辱人的是用中指指对方吼。伫咧日本时代吼，就知影用 middle finger， 用迄个 finger。共骂啊吼，OK， 作例吼，当然即个作例，我查一下共字典吼，用表作去嘛吼 ，CHOK 第8声。无即个词，甘字典竟然无即个词，无即个字啦。作 CHOK 第8声。我讲竟然，就是因为甘字典是修理上上矫正的吼，结果竟然无。有歹势啦，
为虾米即边一堆啊？迄边我查无。我伫咧找台语内底查看有优秀1913工为恁台语词典内底有18个作弊吼，结果我伫迄边拢查无，是毋是迄个拼写的方式毋对 ？TSOK， 我真正嘞吼，有一阵仔吼，白话字迄个支的音吼，支持诗吼，迄个支无根基啦，台语无根基啦吼。支，即嘛拢写 CH 嘛吼，有一阵仔白话字是写 TS 含，即嘛迄个中华民国教育部的 TS 的音写法相款吼，我无理解为虾米啦吼，因为迄当阵 CH 甲 TS 是分开的吼，可能是 CH 后壁接的母音甲 TS 接母音无共吼，可能是安尼啦。OK， 所以用 TSOK 当做着吼，第八声，足就是穿还是标的马，穿还是标的马，枪啦，歹势枪吼，枪是毋是即卖迄个杠吼，枪吼 spear， 枪还是标的马吼，箭的肉，尖过来的部分就对啦吼，所以是尖过来的部分叫做足吼，所以足去就是甲迄个用迄个足。本来是名词，摕来做动词嘛吼，足去啊，所以拄则迄个讲共迄个用中载共骂，就是相反用即个足的意思就对啦，因为若敢若枪的迄个尖过来的部分嘛吼，足。所以你若要共用 finger 的时阵，就是足笔吼。即个是台语大词典的例词啦吼，足笔。我看一下日文版，这趣味吼，伊当阵竟然就安尼吼。人を侮辱する，侮辱就是侮辱啦吼，台语嘛叫做读做侮辱吼。人を侮辱する，嘿，歹势。老师，以侮辱的意思。对，人を侮辱する時是啥物时阵吼？中在叫做中指にでそのものを指している吼，足字。日语阁有过说，我歹念，我恁家家己看吼。OK， 好，咱转来继续来读遮足，用讲迄个番仔用标要足去，就是要插迄个定量嘛吼。别人会晓秘伫有呢，无遐快看着吼。即个有是啥物物件？我哪会看无伊讲？拄则着讲爱迄个队长着话讲爱啥物有？我袂记伫倒位啊吼。讲秘伫有呢吼，我即个有我毋知伊是讲啥物件吼。就是别人知影讲会晓讲秘伫有呢，无遐快看着嘛吼，定量袂晓吼，秘无好势吼，屈无落去。屈无落去就是没有蹲下去吼，迄个意思吼。屈就是委屈的屈里吼，屈无落去，半身露出伫外面，所以标仔对后面插来，对着骹只偏心，挨一个听见有人倒落去的声吼，阁有一个乌影跳活人倒落去的所在吼，阁有一个乌影跳对活对人倒落去的所在，离定量约20步左右，是群峰秘伫一块岩石的边仔。
伊第六感的知觉是讲惨啦、出事啦、烦恼、逼我、同事损失啦，所以紧将伊先备办伫身边的手榴弹出力点对人倒落去，甲乌影跳活去的所在，伊就对迄个所在就甲手榴弹个点过啊，忽然爆炸的声真强烈，对迄个爆炸也发出回光，看见对声一个乌大汉手举一支白记记的翻刀，哀一声真大声，就安尼也倒落去，拄相对大声倒落去丁良的身边，拄相对大声倒落去丁良的身边，什么意思？照看，迄个烦恼是要来占丁良的头壳，刷背伊的标仔的款，即个背是啥物？背伊的标仔的款，背应该是背出来的意思，拔出。搁即个印无好势，我看无手榴弹爆炸的回光，即个应该是顺SUN， 搁顺手榴弹爆炸的回光，才看到还有几若个烦恼，久伫走伫后面久伫走伫后面，应该是身体弯下去迄个感觉群风翻身用第一枪，搁拍死一个第一枪断枪队长用长枪也拍死一个，对安尼烦恼化退水，烦恼化退水就是退水就是退开啦后撤退啦，撤退叫做退水天已经拍曝光啦天已经拍曝光，就是天蒙蒙亮、微微亮，叫做拍曝光即个险场接过险场就是凶险的即个场面啦9:57，剩3分钟，好3分钟，即段倒我来甲读煞实在是真一场的苦战天光点人马，火灭，才知丁良差不多无远望啦，因为迄支番仔标是对骹接偏心，注入到心脏，而且标仔尾有抹毒药，血流真济，面容变色，眼神也拢变啦，讲话拢失声啦，大家真忧闷，毋过也袂得为伊一个全队来伫遮耽延伤久，就是耽误演完，耽误演完什么意思？完。伊解释的部分我顶多看无演完。完就是缓和汉字是写缓和这台字典写法啦。演完就是
眼前啦吼，眼前啦吼。日文版，日本有写延期延玩家吼。好，毋过也袂得为伊一个团队来伫遮担延伤久。哦，昆风真亲切，拍落去土呢来听伊讲话。哇，所以是丁良是中标就对啦，去互标去捉着，去互标插着吼。啊，这就无命的款啊。好，毋知是毋是会无命吼，咱后回再来继续来看吼。今仔看到这是第几页？15、第16页吼，中即到位啊，16页的中央遮吼。好，真歹势吼，一开始无声，互逐个安尼，拢听袂着。啊，今仔日读到遮啦吼，若无问题。就要来开放。其实我拄则有讲吼，我一开始有讲，但是应该无人听着吼。就是我有兴趣咧读迄个日咱遮写日记啦吼。我已经开始咧读啊，但是我毋知影讲到时阵我是爱读用倒一间房来读，是要借 Marina 遮，还是要用我咧台湾万达迄边读吼。我到时阵再看吼。但是我读迄日咱遮写日记是纯因为家己的兴趣读的啦吼。啊，而且伊是用华语写的吼，所以并毋是讲真方便用台语读。当然我是主要我是关系读台语啦吼。啊，伊若有兴趣听的，则来听啦吼。不管是伫即边开，还是伫台湾万达迄边开吼。但是读日记，咱遮写日记是足无聊的日记吼，所以有时仔毋知你讲啥吼。迄是你若无迄兴趣，对历史无迄兴趣，可能是真正是读袂到。反正史料是足无聊的物件吼。好，敢有啥问题？爸比，你敢有啥问题？还是有啥物建议 ？OK， 你规说啊真好吼，迄字节就是安尼吼。即嘛人较毋知影吼，拢毋知影看迄华语汉语拢写接吼，毋知要安怎读吼，就是字节吼。字节大家应该知啦，就是待人接物，要安怎讲，就是字节吼。好。这字数一开始我嘛毋知，哦，袂要嘛是紧。去查询才知影。安尼今仔日你学着啊，你趁着啊。对，因为进前我是读那个郑顺聪老师的册，然后他有那个出那个诗集，那个短篇的诗，内底有一篇就写着即个字，但是我就看无，没啥物意思。OK。对。你绝对有进步啦吼，遮看遐看，遮读一寡，遐学一寡吼，直你接受。我甲你讲，进步足紧的吼。就若敢若，其实我学每一个语言拢是安尼吼，你无一定敢若一直看教科书足无聊，有时你应该去现一下诗集啦，现一下小说啦，现一下报纸新闻哦，杂志啥，拢会当学着足侪字吼。所以较早伫咧学校敢若看迄教科书咧考试吼，实在是。迄是不得已啦吼，无应该干那安尼读，安尼学足慢的啦吼。好，若无其他，咱就今仔到遮来开放吼。感谢各位，祝恁今仔日丰盛平安愉快。好，安尼到遮平安，再会。